大家好，我係陳美圖，今日咧就想講下金庸嘅十大單戀啦。第10名，黃藥師對梅若華。喺新版射雕入面，黃藥師中意徒弟梅若華，甚至因為咁先娶馮衡，打跛晒徒弟對腳。呢啲係最低級嘅單戀啦，中意又唔肯認，後尾仲要變心添。第9名，段譽對王語嫣。段譽就肯認啦。佢肯為王語嫣搏命，但喺新版射雕入面，段譽居然變咗心，話發現自己對王語嫣嘅愛只係心魔，因為王語嫣似佢見過嘅靚女石像，佢就將幻想投射落去，佢愛嘅根本唔係真正嘅王語嫣。第8名，阿紫對喬峰，就係想佔有冇變心啊！阿紫曾經想暗算喬峰，希望令佢癱咗，唔會離開自己啊！無論喬峰點樣冷落，阿紫都跟住佢，生死相隨。阿紫嘅行為就係當衰人墮入情網嘅最佳例子啦，唔會變成好人噶，只會衰得更加明顯嘅啫。第7名，英姑對周伯通。英姑離開錦衣玉食嘅皇宮，每日苦練武功學術數，就係想救翻被困桃花島嘅周伯通。雖然英姑本意都係想佔有，搞咗半世人，終於成功，但佢嘅付出都係為周伯通嘅福利而努力，比阿紫略高一籌啊！第6名，歐陽克對黃蓉。歐陽克一開始只係貪黃蓉靚女，但當佢俾黃蓉害到下半身殘廢，生死關頭，佢居然同黃蓉講：千祈唔好俾歐陽鋒知係你害我啊！佢唔會放過你噶，死喺你手入面，我都唔怨你。嗰下佢以為自己會死噶，黃蓉都唔會屬於佢啦。但係得唔到，佢都希望黃蓉好。呢個鹹濕花心男突然就痴情咗。第5名，程靈素對胡斐。前面講嗰啲都係想得到嘅，而程靈素知胡斐心有所屬，仲俾胡斐契埋做妹，都仲肯為佢死，升華到不求佔有嘅階段啦。可惜啊，程靈素唔靚女，作為武俠小說女角，一出場就估到冇乜好下場啦，男主角一定唔屬於佢噶。第4名，公孫綠萼、程英、陸無雙對楊過。呢3個女角好似都係明知得唔到楊過，但仲肯為楊過付出成世，又冇搞咩陰謀去破壞佢同小龍女，係男人夢寐以求嘅女兵。第3名，郭襄對楊過。點解郭襄排名會高過之前嗰啲呢？因為郭襄有得揀。無論係公孫綠萼定程靈素，都係一生人遇到一個最出色嘅男人，冇乜變心空間啦。而郭襄仲有何足道揀，論武功靚仔才華，何足道同楊過差唔遠啦。楊過都同小龍女神雕俠侶咗咯，但郭襄都唔肯將就揀個亞軍，真係一見楊過唔終身啊！第2名，游坦之對阿紫。已經進入崇拜女神嘅狀態啦。阿紫盲咗之後，游坦之成日跟住佢，照咁睇係有機會得到佢嘅。但游坦之偏偏要將對眼換俾阿紫，佢又毀容又盲，阿紫睇得翻嘢，點會要佢啊？即係放棄機會啫。前面嗰啲都係得唔到心上人就為佢付出，游坦之係有機會得到，都為咗你嘅福利而唔要啊。第1名，胡日之對陳圓圓。武林第一美男子，隱姓埋名乜都唔要，一世做陳圓圓嘅園丁，只為偶爾見下佢。憑胡日之嘅武功，要得到陳圓圓或者正面追求都好有機會啊。但胡日之就係唔肯涉足心目中嘅女神，睇住女神同其他男人生仔都唔呷醋，係單戀嘅最高境界，千祈唔好學啊！